即摆收听的是拜六礼拜，我是水秋。李玲上有名好你食，上大口的小菜。我今马上去电台留言讲，主持人周瑞秋欲求不满呐！好辣好辣，好辣好辣！我感觉我就是去拯救你，这才缘投。是我做唔到代志，真歹势。凭啥物偷吃的人会使啥物代志拢无？你最失望了吧？你妈妈被做电视来迄款歹查某。你是安怎要讲我妈是歹势？无礼貌的。人生哦，无常常开心。即摆遐有钱，谁无想要做贵妇对无？我即摆心哦，敢迄落要是你无想要用电话，我嘛会去你房间陪你开讲。我无需要。讲我真正遐了不得的人爱。你嘛较差不多诶，还佫有阮6月呢。 7日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